10號搶上台。各位评判先生，各位参賽选手，大家好。我是10號，今日我要演講嘅題目係我嘅辦好事，我嘅辦好事。當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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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課嘅鐘聲響了，班上嘅同學。大家唱沙丁用夾夾就陣到切夾嘅咩學，坐好兩點定時上嘅到來，然後個上台嘅腳步聲，在演房慢慢嘅入圈，偏拍嘅顏料無人敢出聲，連跳起嘅聲，響響都會喊唔得到。我係換條3年來嘅生涯，伊也係演咗嘅辦好事陳先生，無錯，演咗嘅陳先生係嘅婦人，出體皮膚無無意外，萬籟都古，春天種虎松山，熱天種虎曲，秋天種虎鳳儀。寒天做舞太學，我哋一群學生嘅接送，在下課時就同佢講，先生那係帶定一打太唔愛，書房下定一把太涼多，人事望唔成唔是化妝，手槍都冇得停。不過，今日看見來教室嘅先生，條那麼長個肩條。一輛風咚咚嘅風衣，也嘅2年後，你等一天嘅河一邊，亮亮滿足煙滾滾，啪啪嘅牙齒，風風嘅再說，哇塞，俺家我真經係萬人迷，大家一片寫起來，看到再白白，強強就會流氣起了。看得出來，今日先生嘅心情如何？也片記，先生俺講我，嘅片記，從天堂下凡嘅仙女，愛記，所以天堂嘅5毛苗，超過天上嘅喜事哦，我嘅光彩四沙，光芒萬重，顧盼上飛，按到只愛上當嘅形容詞。大家趕緊念出來，是看啊，我哋學馬屁嘅功夫，是猜手無法講，講來講去，講到無乜嘅好講，三講出屁處離去，講出我趕緊留在演起來，你講親你嘅先生行了了，三定冇愛，也你同學，唔講愛唱馬啥，哎呦！阿妹我呀，我那間老前公爺家當，是包條談，在無雙條當前什麼？先生，你係講像林志玲啊？哦，也還差唔多，我學家10年前，學得我反應冷涼，無等下數片數超我1分。今日先生確實無漂亮。小條少年，妙語一族，老課文講到出神一發，愛了糖多滿點點，夾精神白皮，5T 條 T，情感都異常，希望先生做得